12。高咧中高水平都係高水平、低水平點解你同夫婦一齊拍攝相？11。好想翻屋企，我哋我搬邊個？唔知打完。21 push。黑雞話：我夠識講，唔使講。要㗎，要呢啲我哋溝通啊嘛。總嘅男總嘅總質係一聲溝通，係真係好入啊！好㗎。深 shoot。哇！9個入嚟9個，發翻嚟。阿潮包車。12號。高水平真係高水平。追翻咯喎！我認識嘅隨風飄係好勁㗎。11比10啱嘛？啱啊！26籃板，26籃板。飄去。換人黑色，再濕多個，濕你一鑊。黑色嗰邊換人記得幫我睇一睇，因為太遠啦。我會睇。太有時我唔知啊。你睇白色嗰邊係嘛？入啊一球啊！入啊！係咩？入啊！1分，唔好亂講啦，雞。入埋啊！見到啦，今次。但係嗰陣會俾人罰嘅。對角係 good， 打曬啦，哇！中23籃板。頭先22籃板，係2個板。天面要 shoot 啦！3打3到呢個位要 shoot 啦！3打3到呢個位要 shoot。即係依家唔使個 bench 4分鐘。過嚟呢度。唔知白色 time out。4分鐘。波喎，孫鵬喎，仲有邊個？孫鵬。係啊，俾我睇下啦，你隻眼殘啊！我睇唔到。屌，我認唔到。咩啊？唔識喎，但我記得佢好似係新梅啲人嚟嘅，係講笑，新梅啲人係好蘇華啲人嘅勁先會俾人排斥㗎嘛，射好咗11號3，打落去2分。勁先會俾人排斥㗎，梁總啊，學界啲咁驚。12號籃板，12號2個板，22籃板。後冚。1分鐘，有5分鐘我先。6分鐘。我1分鐘後換人啊！ 1分鐘後偏翻換。
都得啦，都得啦。23分入。喂，廿六籃板，14籃板，廿六波添啊！係啊，接波嚟嘅。籃板，17，一號板7，號啊！換翻嘅時候15秒，8秒。一號籃板，23籃板，白色換人。收到。哇！一個換射波，好，一個射波，一個射波，一個射波。 14號， 14號球。睇下頭自己分啊屌！我全完呢樣嘢幾分㗎？白色換人射波。呢度啊，新師兄，係兩個收好靚。冇得換。佢9出聲喎。22籃板，嚴格上嚟講係真係冇嘅。冇咩話？但係核突啲啊嘛，嚴格上嚟講係冇好嘅。哇！3分嘅啫，但係要好嚴格咯。但我哋呢台仲可以正常宣佈當慢鏡咁睇。 for free，有啊。就咁掹多10球就應該收下比賽啦。以前係咪3分啊？係啊，呢次出咗3分。入波都會。咩啊？呢個球啱啱個球，即係嗰球啱啱個球。啊，你唔係報夢咩？5號之前嗰球啊，14嚟嘅喎。係啊，我知啊，這種意思。我有報啊，我知啊。好。顛兜3次。哇！9號籃板，9號同6號籃板。哇！9號有籃板。蹦蹦。2分鐘。仲有嘔翻個餅出嚟啊！要笑，靚晒公主啊！我到呢上波，黑色換，收到，黑色換人，收到。14籃板，入53籃板。出嚟，繼續啊！8秒。4籃板。好似直晒喺前邊，但係得好難打。20籃板。30秒。
界咯。8秒進攻。13分。5單籃板。15秒。8秒進攻。8、7、6、5、4。佢幾定㗎？